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5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暑假来到，真侪学生会去拍散工，毋过若是无细腻，真有可能会落入去求职的陷阱，甚至可能被骗吃官司。台南市政府为了让学生甲家长安心，上午特别伫新营民治市政中心举办暑假拍散工的精彩活动，提供将近1000个工作机会。真侪学生拢会利用暑假期间找找打工的机会，但因为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常常会掉入陷阱内底。为提供青年学生一个安心找头路的管道，台南市政府办理2019暑期攻读竞才活动，每下台南市35间厂商提供989个头路，让学生会当安心求职。总共我们有35家厂商，那900多个工作的职缺，那其中超过3万元的职缺有200多个，那暑期攻读的职缺也有100多个。那所以我们呢，希望说，呼吁我们这些青年的学子能够利用暑假，除了来打工赚取那个学费跟生活费之外呢，那也可以借由暑期打工的机会来累积我们的那个职场的经验。那对于未来，如果我们踏入正式的工作职场的时候，也可以有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台南市政府办理暑期攻读竞才活动，因为有了政府挂保证，不但会当让学生会当安心工课，同时嘛，让父母免烦恼子女被骗的状况发生。对着市府举办这次的竞才活动，大部分求职者的反应回馈拢真正面。我们这些就比较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其实还不错，因为我们算是高中职出来，而我爸妈他们也是，其实对我们打工也有一些限制在。那所以有这一次机会，我就可以和我朋友一起来，然后就可能比较有机会找到那种比较安全。台南市政府嘛有过今年第2场的竞才活动，7月24号将伫咧南台湾创新园区登场，欢迎有就业也就是专业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前往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伫104年爆发非常严重的天狗热疫情，尤其北区更加是全台南市上界严重的区域。其中因为大港社区有发展芳草产业，所以疫情相对较轻。所以今年大港社区发展协会特别举办捐发票送防蚊疫的活动，甲大家做伙来对抗天狗热。104年伫台南市发生严重的天狗热疫情，造成0名伤亡。台南市北区大港社区因为利用社区种植的天然芳草类植物，制造成防蚊液，分送予社区民众使用，让该区当时的疫情降到上低。面对今年天狗热疫情爆发的周期，大港社区发展协会特别发起捐发票换防蚊液活动。除了会当协助防疫以外，也将募到的发票捐予台南家护中心做公益。这几年来的登革热在南部都非常的肆虐啊，今年是一个高峰期啊，我们希望说是一个就是说走出第一步，然后希望我们的市民配合政府的公部门的相关单位，当然大家全力大手携小手，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一个战争啊。台南市目前虽然也未发生天狗热本土性病例，但隔壁高雄市已经有不少例，这也让出席活动的北区区长李煌兴相当烦恼，呼吁民众要做好知青的工作，对抗天狗热。咱面对着高雄，即摆目前爆发来天狗热的疫情，咱台南嘛袂使置身事外啦，所以伫遮呼吁着咱所有乡亲好朋友，一定要注意着咱清除资生源，咱较会使来做一个天狗热的防治啊。透过大家共同努力，咱来继续来打造咱过去零本土病例的成绩。天狗热防治需要你我共同努力，确实做好巡岛清刷，才会有效控制疫情发生。北区区公所以及大港社区发展协会，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唤起社会大众做伙重视天狗热防疫。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108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桌球锦标赛，26号将伫台东馆开赛。
台南市会特别举办授旗仪式，由议长郭信良亲身授旗予代表队的队长，有这一届比赛会当顺利得到好成绩。授旗仪式由议长郭信良主持，包括副议长林炳利、代表队的队长蔡宏全等多位议员，甲议会职员工的队员出席。议长表示，台南市议会桌球代表队比赛一年，往年拢有袂歹的成绩。今年是第3届议员的头一届出赛，希望会用拍出好成绩，顺利摕到奖牌。足辛苦的呢，阮车顶还爱食便当呢，伊甲选手是啊，26、27号比赛完，27号下午就要回来，所以足忝的。以后台东一届拢爱4、5点钟，这个2、5去，2日比赛，2、7比赛完了倒到才正晚，所以很辛苦。记者写一些好话啦，我来足忝，我毋是去遐咧混混啦，我是去遐拼命。王朝我是队长咧，所以洪泉最毋捌伫洪泉身上，做队长啦无法监督，迄无性命啦来讲尻川啊。这届旗迄个我们会使出吃奶的力无论如何也要这个也要报一个这个奖项回来，这样。想办法，不过这次去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跟各县市、全国各县市议会交流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会秉持着日行一善的精神跟大家好好的以球会友。今年的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桌球锦标赛由台东县议会来主办，代表团伫上午出发，预计会参加暗时的桌球之夜。比赛时间是6月26、27两天，预定27号下午来闭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伫107年全国新疆运动会得到全国第2名的好成绩，不过新疆选手的奖金却是落到上届尾仔名。议员刘伟印上午由新疆委员会陪同做伙召开记者会，希望市府会当早一天改善，若无恐惊人才真紧就被污了了。每2天举办一届的全国新疆运动会，台南市伫107年度连续摕到全国第2名的好成绩。不过，伫个新疆选手的奖金部分，却是落到排名上尾。议员刘伟印以个人项目的奖金为例，台北市第1名18万，台南市却只有6万，相差3倍。离伫个连续金牌，甚至相差10倍左右。议员要求市府教育局要赶紧改善，那么选手将会真紧被污了了。在台北市，这个如果连续2届都拿到第1名，那他的奖金是20万；连续3届是22万。那反观我们台南市，连续2届第1名的奖金才只有2万4千块，连续3届也只有2万4千块。这个差异将近10倍啦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身障运动委员会的这个主委蔡友仁蔡主委还有这个现场一些关心身障运动的一些伙伴们相当的紧张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个拜托这个我们体育处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协助重新拟定我们的整体的战略目标让我们的身障运动可以来更加的这个蓬勃发展。这个问题对我们整个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跟困扰，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们如果一直以来我们台南市自己培养出来的选手，到目前被挖角的已经被挖角了将近20块的金牌了过去一直以来除了奖金输人，另外伫个交通甲大爱方面，嘛对袂着别人，通常需要新疆委员会来斗相共。对此，市府教育局体育处嘛回应，台南市的体育奖助金的发放，拢有一定的要点，而且咱市的发放标准嘛较宽，包括选手、教练、甲委员会等，甚至名次包括前6名，甲其他县市只有前3名无同。而且今年度核发的奖金嘛已经高达1400多万，希望会用留条好的选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由台湾金融总会所举办的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今年第11场的活动，6月29号将来到台南市举办。上午市长黄伟哲甲主办单位邀请市民到时阵做回来捐发票、做爱心、食美食、抽大奖。2、1，请启动金融传爱，温暖满载。6月29号这个礼拜六，代替高标华。伫市长吴伟哲、金融总会秘书长吴当杰等贵宾向前献细汉道路的启动仪式。今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29号将伫永华市政中心的西边广场盛大展开。到时将采取园游会形式，有宣传行动支付等金融教育专区，也佮有社会福利团体爱心专区，加上美食单位，总共143档，场面是空前盛大。邀请大家到时做回来捐发票、做爱心，可以当摸彩得大奖。我们其实这一场也算是目前过去空前规模最大的一场爱心园游会。我们愿意全力来协助，也欢迎所有的台南市民，还有许许多多关心我们社会这个福利的朋友们，到6月29号早上一起来。爱心公益专区的这个摊位，充分展现出我们台南市所有的社团、所有的团队他所投入的。在这边，我也特别要感谢我们金融机构，还有金融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会呢，还有周边单位，大家一起出钱出力，那么一起大家共襄盛举，把这个嘉年华办得最好，让市民感受到所有的爱心满满。根据了解，台湾金融总会14档来持续办活动，就是要建立民众正确的金融常识，同时对偏向弱势族群关心。所以到时15个金融机构甲周边的单位将联合捐赠200万，予社会局的社会救助金专户。主办单位再需要请民众共同来参与，度过一个欢乐、佮有意义的假日。台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由昆山中学、成功国中、甲大公国小共同举办的国家艺人成果发表会，今年迈入第7档。这届以义气游春为主题，将国家结合传统艺人甲武术表演，佮特别邀请各军的人赛队参加演出。6月30号将伫昆山中学盛大登场。大公国小的国乐团搭配上昆山中学以及成功国中的传统艺人甲武术的表演，精彩演出嘛，互现场的学生看了非常认真。这几年3间学校共同举办的国家艺人成果发表会，一直拢是台南学校艺文表演的重头戏之一。过去拢是伫室内的空间做演出，今年也第一届把表演刷到户外，将要伫30号昆山中学的操场举办。要把精彩的表演带回来社区，让在地民众都会使更加了解学生的能力。这一场盛大的发表会其实是我们这么多年来首次挑战户外场
现场我们准备了1000个观众席，那希望呢大家能够一起来欣赏。那最主要的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成果展的地点定在学校的大操场，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学习的成果分享给社区。那最主要里面这次有我们的国乐的一个很多的演奏曲，非常有特色的。那第二个就是结合我们3校义政家族跟武术团队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国乐跟义政的动态跟静态的结合。这届也特别邀请国军的人才队共同参与，并结合国军招募的服务。同时表演的舞台嘛，将要邀请世界造型气球大赛的冠军团队来负责，将要打造气球造型的新箱。现场将会提供1000个座位，全部拢免费入场。后方嘛欢迎全市的民众共同来参与，欣赏这届难得的表演。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成功高中的艺电团传承自白龙安如意珍寿堂的10家奖，虽然成军才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已经拿下真侪比赛第1名，也成为学校发展的特色。对大公国小到成功国中以及昆山中学所建立起来完整的3级培训的体制，让学习艺定的学生会使持续来发展，袂有中途中断的状况。其中拄啊成军3年的成功国中艺定团，也因为完善的培训体制，所以伫这届的艺定比赛当中拿下第1名。教练表示，想要得到好的成绩，上重要的就是要多多来练习。那其实我们年年拿第1名不是有什么窍门啊，其实我们就讲的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那我们每天就是跟着学生说，你就是要不断的练习。那因为台上就是反映你平常练习的样子，所以我们练习就是从最扎实的基本功开始训练。你唯有扎实的基本功，你才能得到更好的名次，也才能完成更多不可能的任务。教练也强调，想要加入艺定上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肯吃苦，同时品质嘛要好，才会使成为优秀的艺定成员。那其实要学习我们传统艺术这部分其实就是说我们品德要够好，那心术要正，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肯吃苦，而不是说练个几下3、2下没有兴趣就不练了。这样子是没办法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功国中艺定团嘛，这届互邀请到庙会活动顶面演出，除了互学生增加演出的经验，表现嘛得到社区甲家长的肯定。成功国中的艺定是传承自白龙安如意珍寿堂的10家奖。学习艺定除了互学生了解到传统文化，同时嘛互因成为文化的传承者。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底将全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的几率5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6月25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